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7月2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11节，45节的 B。创世纪第29章第1节到第8节。哥林多前书第4章14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规范。上个礼拜六跟教会的长子一同去参访了彰化中会的和美教会。后来我们接受了鹿港教会的长老家人招待，所以我们到了鹿港。我们也经过了鹿港的龙山寺，看到龙山寺的门口牌楼呢，两边各有3根柱子。首先是前面的是2根方形的柱子，靠墙的地方中间则是1根圆形的柱子。许多人不太明白柱子为什么要有方有圆。如果我们对于一般的寺庙了解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特别是在早期，对于入庙是有非常严格的规范。特别是我们看到了鹿港的这个龙山寺呢，它里面的庙门总共有5个门，这是有更严格的规范。而这个入口这个牌楼呢，方形与圆形的柱子，就是在表达那个规范或是说规矩。这里所谓的圆呢，叫做圆为规，方为矩，意思就是规矩了哈。我们都听说过有一句俗语说“乞丐赶庙公”，这句俚语有它背后的意思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乞丐他不受规范，而且还喧宾夺主。事实上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总是要有一些规范，目的是要让人跟人有好好的相处。我们如果要这样的相处，就必须要有某个程度的规范。规范需要被制定，更需要被遵守，这样才能显露出守规范的人们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一员。基督徒常常会说，教会是我们的家，但是却看到他们不愿意遵守教会的规范，不懂得涂抹教会的公共利益。许多人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。教会会不会发展，其实原因有非常多哈，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如同我们昨天讲的，在教会里面的消费者比例太高，做门徒或是受呼召者比例太低，只管开口批评者太多，真正能够执行真实的服事者太少。提到规范，我们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就必然有规范的。即便是人数很少，也是要有一定的默契彼此的默契或是规范。在今天的经文创世纪第29章记载了雅各呢，他出到他的舅舅拉班的家，那个时候在他们附近门口呢，有一口井，旁边他所遇到的一些事情。我们知道这个井就是提供人们以及牲畜在沙漠当中，它可以有好的饮用。虽然是一口小小的井，但也有它应该要有的规范。圣经这样说道：
雅各继续他的行程，来到东方人的地方。他在田野看见一口井，有3群羊躺在井边。牧人给羊群喝的水都是从这口井取来的。井口有一块大石头，羊群到齐，牧人就滚开井口的大石头，给羊群喝水，然后再把井口盖起来。在这个地方，雅各算是一个外人，他第一次到这个地方，所以呢，他就不懂得规矩规范，因此他就说，太阳还高，没有把羊关起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给羊喝水，让他们回牧场吃草呢？但是牧羊人就回答他们必须要遵守规范。他们这样回答：我们要等到羊群都到齐，牧人一起把井口的石头滚开，才能给羊喝水。好，要等到羊都到齐了，牧人才可以把这个井口的石头挪开，然后喝完之后就要马上又盖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到了，这个是一个外人雅各，他是一个家人跟外人之间的差别。用我们刚刚所说的，就是一个门徒跟消费者的不同。一个家人会愿意遵守家里的规范，就像这些牧羊人，他会尊重家中其他的人。而外人呢，那些消费者呢，却只顾自己的需求而已。雅各就代表了这样的人在这里。一个外人，他完全不知道规范，他只想到自己，完全不在乎这个规定。许多人喜欢用外教派的发展人数增长非常快来，然后就反过来批评自己的教会或是长老教会。我们不可否认，教会的确是面临发展的一些困境，但到底什么是主要的原因呢？事实上，我们看许多发展不错的教会，其实都是规范非常严格的教会，而我们可以发现，他们很多重要的同工当中，有不少是来自长老教会的基督徒。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在长老教会没有很严格规范，却反而人数减少，而严格规范的教会却能够蓬勃发展呢？原因就在那一些守不守规范了，这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提到他信仰的儿子提摩太，我写信给你们，不是要你们觉得惭愧，而是要教导你们，把你们当作自己亲爱的儿女一样。尽管你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上面有上万的导师，你们却只有一个父亲，因为我把福音传给你们，我在基督耶稣里就成了你们的父亲。所以我劝你们要学我的榜样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差遣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。在主里，他是我亲爱又忠心的儿子。他要提醒你们，我在基督耶稣里的新生活所遵行的道路，也就是我在各地教会所教导的。你们当中有些人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，就自高自大起来。其实如果主允许，我不久就会来看你们，
那时候我不但要听那些傲慢的人在说些什么，也要看看他们究竟能做些什么。因此，上帝的主权不在于言辞，而是在于全能。这是哥林多前书第4章14节到20节的经文。保罗虽然是初代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使徒之一，但他却是告诫他信仰的儿子提摩太，还有哥林多教会说，要好好的遵行主耶稣基督的道路。这也是他在各地方教会的教导，也如同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大使命一样，他也这样提到，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将我的教导你们都要交给他。记得我们真的要成为门徒，千万不能只停留在当信徒的阶段，更不要在教会里面只做教会的消费者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决志成为一位门徒，愿意接受主的训练，愿意遵行一切的规范诫命，成为教会的帮助。求主安慰姚晨白美牧师娘的家人，愿主赐给他们圣灵的安慰。我们也为刘伯川兄的家人祷告，求主你赐下属天的安慰，特别让他的妻子能够明白基督的恩典、福音及救恩。在主前谦卑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